后来又继续来看两台渔船啊烧弄，想讲无代志，想袂到尾啊，这个船啊煞来沉落海。这是一台南方蚵仔级的渔船，吉台1号，伫苏澳三仙台海峡，互另外一台渔船弄着。这吉台1号想讲无啥要紧，就甲对方讲无代志，这个船就驶咧走咯。想袂到愈驶愈毋对，驶到尾啊，这船啊是直接沉落海，船长嘛来落海。加在有其他的船啊来救援，才无发生着遗憾的代志。规只船今要沉去啊！这只是南方蚵仔的吉台1号渔船，和另外一只渔船弄着了。船长当作讲平安无代志，讲无代志就离开啊，想要到一个驶走尔。哪驶哪沉，哪驶哪沉，规个船咧沉落海，船长竟然是跳落海求生。算讲擦撞啊，啥货啊？就讲无代志就驶走。啊，顶尾都无着伤，顶尾都无安怎是会开去弄破，开伊唔知影，是当船会开已经破去。当作讲船的顶半船身无代志，人呢应该嘛无代志啊。船长一日落海了，加在或者南方蚵仔友船发现了，赶紧甲伊救起来。船长被救起来了，头壳有淡薄受伤。渔船是安怎烧弄的？是谁的责任？这个进一步调查。调查渔船嘛已经回到南方蚵仔渔港。